樂壇小天后炎明熹離巢無線之後，投拍工作係演出音樂劇《一束光高坤的記憶》。15號喺東九文化中心開鑼，獲一眾 G 燃粉拉大隊捧場。完 show 之後 ，Gigi 十分識做，佢未有即時離開，而係喺會場入邊同近100名粉絲合照同傾偈。由於粉絲同 Gigi 相隔多時未有見面，當 Gigi 現身嗰陣，粉絲們都相當激動，不停大叫佢個名，又不停鼓勵佢，又向佢送上鮮花。礙於現場人聲嘈雜 ，Gigi 要運氣大叫多謝你哋，希望你哋中意。粉絲問佢攰唔攰，佢就笑話有啲肚餓，想返去食燒賣。見佢手上面已經拎住鮮果杯食，睇嚟真係餓壞啦。有粉絲大讚佢跳舞跳得好，佢就謙稱話會繼續加油。最後粉絲一齊大叫加油 ，Good show，為佢打氣啊！